多謝主席。就喺面對呢個劏房呢個問題呢，即係好多謝副司長同局長呢，即係帶領成個團隊。即係當天我都好記得，一開始推出嚟嘅時候呢，我都講少啲勇氣、少啲決心呢，都唔敢行出第一步嚇。咁依家行咗一段時間。縱然喺個過程裏面，我都不斷去就住啲唔同嘅細節咧，去關注。咁但係即係大家都明白方向係必須要繼續持續。嗱，今天講唔到咁多細嘢，有兩點咧，我想特別提一提嘅。咁啊，其實咧就首先多謝副司長，一開始已經知道，即係我起碼我自己嚟講，一路就擔心就係管係一定要管，但係管嘅時候會唔會引致到一啲街坊即係有一個所謂下流現象咧？咁其他兩條例係點咧？咁啊，副司長第一樣嘢就已經講咗，係會明年係咪一次去同步做？咁呢個我係好重要嘅訊息嚟嘅。但係另一方面咧，我都會睇到嗱，先登記後認證，俾個市場有足夠嘅時間去消化整改。嗱，呢個我覺得必須嘅，所以我絕對支持嘅。不過咧，亦都喺咁做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我自己判斷啊，就會真係好多人先登記嚇。不過咧，整改咧就慢慢嚟，因為喺個整改嘅過程裏面咧，其實都會出現，因為唔同嘅單位會出現丟空嘅情況，咁啊賺到最後啦，咁賺到最後即係你俾3個月，即係佢要賠3個月都好啦，佢只要租出去多1個月租，係嘛？佢都有着數噶嘛。雖然我明白你有所謂一個即係喺認證嗰方面嗰個費用寬減呢個考慮喺度，咁但係咧對條數，除非你嗰個認證費用好高嘅啫，如果唔係佢租多1個月出去，佢都可能有着數。咁會唔會出現一個整改嘅高峰期咧？整改嘅高峰期咧，其實就會令到嗰個供應咧係突然間下滑嘅。嗱，咁呢樣嘢咧，我自己覺得有時間，但我希望咧就係一路留意，因為嗰個高峰期幾時出現咧？我估計咧就會係你嗰個即係倒數期之前嘅半年度就可能有機會出現㗎啦。咁呢個出現嘅時候，當時你嘅安置嘅配合係咪配合得到咧？呢個係我好希望即係政府一路要留意監察。第二點好簡單嘅啫。即係依家市場上面傳咗好多信息，話夠唔夠人做啊？做嘅時候會幾貴啊？咁如果咧能夠喺即係政府方面帶動多幾個樣板嘅出到嚟，俾人知道大概整咗幾多錢咧，咁我覺得咧會係好大嘅幫助。多謝主席。好，請司長。好啊，多謝主席，多謝林議員個意見啦。我哋係會密切關注，方才你講嗰一點。亦都過程當中，我哋除咗話我有誘因，希望佢早啲整改咧，我哋咁宣傳教育都緊要嘅。因為事實上，如果佢早認證做咗咧，佢以後就唔使煩啦，佢就可以喺繼續係好合法嘅，將嗰個就喺3年期內咧，佢都係繼續合法嘅，將個單位即係租出嚟。咁呢個我哋會不停咁樣強調講嘅。咁關於另外即係話有冇足夠人手嗰度，我請何局長講一講。好啊，多謝主席，多謝林議員。人手嗰度咧，其實喺諮詢期間咧，我哋都聽到嘅意見嘅。除咗我哋原先講嘅建築師、測量師同埋工程師，咁所以我哋特意咧都加咗消防同埋屋宇裝備專業嘅人士，佢都可以參與。咁當然啦，即係每個專業人士佢都係就住佢自己嘅專業範圍，就住有啲簡樸房佢可能就係有一啲屋宇裝備啊、消防呢啲設施係需要人幫手認證咧，咁佢就可以多一類嘅人士去幫手。林議員頭先我留意到咧，亦都有提及話用一啲好似樣板房咁嘅形式，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嘅建議嚟嘅。咁我哋喺呢段時間開始接觸我哋嘅專業學會啊，或者唔同嘅團體咧，我哋都建議，如果已經有啲業主揾緊佢哋傾嘅，我哋好樂意樂見佢哋成為我哋第一批獲得認證嘅簡樸房嘅業主。咁落地嘅時候，亦都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其實個要求會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嚇。多謝主席。好。